雲林縣政府為109年設一個愛心年菜平台，希望甲社會各界愛心資源平均分配予弱勢團體。安尼年菜儲存的嘛較袂討濟。有一個大家較唔知即個弱勢家伊可能連一份較像樣的這個過年的年菜都沒有了所以希望會當透過咱這個愛心年菜整合平台，予有需要的人攏會當來得到一份愛心。透過公益彩券趁中的結合縣內公司部門和企業單位鬥相共幫忙，雲林縣愛心年菜整合平台，伫咧今年攏總種到1522份的年菜，而且年菜賣伫咧1月25到27，透過縣府和公所的人親身送去予弱勢家庭。謝謝他們的幫助，然後這些年菜小孩子很開心，然後我又跟孩子講說，孩子長大要做志工，幫助社會這樣。攏真找找攏5、6項嘞，佮送到厝的服務佮好啊。結合公部門和社會各界力量，除了予年菜會當來平均分配資源，同時嘛，予弱勢家庭會當感受到社會溫暖，嘛有大家會當歡喜過年。